嚟緊星期三，跑馬地將會舉行9場賽事，頭場開跑時間為晚上6點40分。今次我哋將會分析頭場5班1200米，究竟邊匹馬要拖，邊匹可以飛？大家記得聽到最尾。1號5福星出賽17次都仲未開齋，終於落到嚟5班，抽埋內檔，3甲要預佢。2號有形勇者，初出嘅時候我哋評過，同駙馬初出得2次上名，24次落第。韋達馬房初出亦只有1次上名，24次落第。睇嚟呢匹馬都係要熱下身先。終於預賽於操到落嚟5班，3月尾試集曾經交出好表現，級數肯定係今場最高，有機會殺晒。3號專家流過鼻血，唔知跑唔跑得返，今場揀唔到佢。4號幸運傳承，呢匹馬上仗我哋提供過，可惜接近600米處時勒被鼓浪非凡，趨近200米處時在一段途程上在凌利標區之後受困而未能望空，接近200米處時在凌利標區外則未能望空之際勒鼻，與鼓浪非凡互相觸碰。今次用騎師嗌到拿跑，肯定想拼個明白，要拖。5號鼓浪非凡，上仗我哋分析過，呢匹馬戴眼罩嘅表現唔好，結果大敗。今仗除眼罩跑，強配埋騎師哈魯文布文，擺明搏殺，3甲要預佢。6號欣樂人生，季中跑完賽後內窺鏡檢查發現氣管內有大量血液，之後轉去葉楚河馬房，跑咗2場都冇表現，或得。7號連連勝利，上仗我哋評過，呢匹馬賽前試集起步嚴重失蹄，結果大敗。今仗操練上仍然未見積極，可以劃咗佢。8號聖神威，好被動嘅馬，要啱形勢先跑得好，正好俾即將成為8屆香港冠軍騎師嘅潘頓喺陣上休息一下，劃得。9號木火同名，呢匹9歲老馬出賽81次，取得7冠、7亞、7季，已經唔可能再要求佢更多，劃得。10號3代同心，唔好彩抽咗個12檔，劃咗佢。11號自由奔騰，不論陣上或試集都毫無表現，第一隻劃佢。12號萬事靚，佛線捉塵，劃。喜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嘅朋友，可以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